师姐，闭嘴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个人是谁啊？怎么之前没见过？好威风！跟你说，这可是上不得谁受啊！居然被这姑娘驯化的服服帖帖，真是厉害！多威风！这位是？这位哦，那不就是那日宴席上的那个奴婢吗？掌门，轩辕山果然是卧虎藏龙，连一个小小的奴婢都有如此大的本事，令人大开眼界啊！殿下谬赞，此战自然是清队全体胜出，怎可能是一人得胜呢？哦，扶摇姐，扶摇姐，你原来在我心中是这个，现在是这个啦！真的。扶摇，师兄，我就知道，我知道你会过来看我的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没事，都是小伤。听说资姐的伤很难愈合，这个药会有奇效。师兄，你拿去吧。你这是哪儿弄来的？师兄就别问了。今后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害你的。师兄自己保重，我就先走了。以后我也不会再来找你。扶摇，你为什么不愿意答应我呢？你心里明明有我的。我知道，师兄你从小就照顾我。这次又因为我而受伤，
不过我能力有限，师兄日后若有需要，我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你明明知道，我说的不是这些。但你我之间也不会再有其他的了。我知道我们不是一路人。师兄告辞。扶摇。站住！把他拿下！你这次办事很机灵。多谢师姐。本来我只是想惩戒他偷偷溜上了玄正部，没成想还有意外惊喜。看来这老天爷都在帮我。扶摇这贱奴，这回算是死定了。我做错什么事了？为什么要拿我？玄正部是你可以随便进出的吗？一个小小的奴婢，不过是在田斗赛中抢了些风头，就不守门规了？看来我玄元规矩是该整肃一下了。哈，掌门，此奴虽然犯了门规，毕竟未闯大祸，依我看还是从轻处理吧。也能以此彰显我们玄元派的仁德。我也是此意。私闯玄正是小事，偷盗才是大罪。我偷盗什么了？我没有偷盗。那好，拿上来。这是你送给京城的东西吧？这是我给大师兄治病用的。这瓶子乃是西海地下所藏紫晶所制，珍贵异常。你一个小小的奴仆，这东西哪儿来的？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明白物是口于人的道理。想好好活命，把嘴闭起来。别人送的。别人给你的，那是谁给你的？我不能说。不能说，我看你是不敢说。这分明就是偷的。我没有偷东西。你说没有偷，又无法证明自己。各位长老，这事儿该如何处置啊？玄元许久未祭出无念之境，扶摇说的是真是假，我看还是交给先祖之灵决断吧。启朕。大师姐，他怎么样了？大师姐，进去许久了。自古以来，玄元山就没人能逃得出这无念之境。里面的机关和暗器，岂是一个贱奴能破得了的？你们还不赶紧去收尸！
这无念之境一旦开启，我等进入死路一条。是啊，封册记载，我派有一位武艺超群的太师祖，因触犯戒律进入这无念之境，可最终还是抵不过里面的强大力量，瞬间就化成了白骨啊！竟有这等邪乎？那可不。都别废话，说这么多有什么用？他在里边，你们就在这等着吗？他要是死在里边，我们又怎会知道？掌门说，若是他死在这无念之境中，森林便会升起黑色的煞气，我们在这安心候着就好。他撑不了太久了。哦，那我便在这儿等着，这黑色的煞气升起了。丫头，丫头，丫头，这不可能！我也想知道，他怎么受得了这尸骨之寒的。救人要紧。幸好来得及时。希望你出了这无念之境以后，没有人再为难你。